以及敬爱的点完师、各位前人，大家好。好。先感谢上府主笔、总书皇主苏府店、老前人前人的带领带领，各位点完书的主笔带动，各位前人的苦心体会，好后下有机会出现得到宝贵带动，会当徛到这书生的爱上佛堂，到这学习了完，才清楚先王天本书店，咱的美丽祖师师尊师表。弘慈大愿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好后下会当来这学习了完。咱想着讲，过去世咱的诸佛菩萨已经辛苦的经过这修道的过程，有忍了无？一定会经过忍了的过程历练。咱看以早佛陀，从配开配乱，伊的精神是忍辱心理，互人剁骹剁手剁来剁去，有甘愿无？咱看耶稣，互人钉伫十字架，互人卖魔，伊替世人担罪。咱看孔子周游列国，互人化赛化流5万年无？咱的师表忍辱一生，以及头拄仔点仔书主笔的课当中，六祖有忍辱无？一定会忍辱过程，一定。以早有一个在家修行人，伊咧会去听师父讲经说法。有一天，伊听到师父讲着忍辱，忍一时之气，免得千日之忧。伊感觉非常好。下课时阵呢，这个师父啊，就甲伊讲话，伊知影平常时这位地主啊。真虔诚修行，伊甲这位地主提醒，讲你累世啊，有一个因缘啊，一个灾劫伫面头前，你会记，爱忍辱，这关若会过，你智慧大开，你更上一层。不过就是爱忍辱，爱记哦。所以咧，伊离开不长咧，伊就会去你师父甲讲，爱忍辱哦，忍一时之气，免得千日之忧啊。伊时时去听因伫心肝底，食饱嘛想，困觉嘛想，拢无离开师父主笔的话。了啊，过两天共款穿甲足整齐，要来分长听道理。伫街仔顶行咧。远远看，有一位打伞的先生。甲伊相闪时阵呢，这位打伞的先生弄到这位修行人，哇，弄一个破甲规身躯拢是屎，有够臭的。我心情实在无好。等下要去分堂听课呢，我安尼吼，等下爱紧紧换衫啦。我若是卡输讲吼。叫这个打伞的人陪我吼，会去无？会袂去。打伞的人就是困苦。无事，我赶紧转来换衫就好啊。行。这个打伞的人约过去，约到足远的边仔，街仔顶的人讲哦，这个人啊，你约过去创啊？干咩啊？甲拍？啥物啊？你头壳弄着，佮甲我拍？我背甲我身躯屎，你搁甲我拍？你怎有赶我啊？叫人来抓就好啊！足生气的。有这种人叫做安那？观察。有这款人真生气。所以生气的时阵，想着师父甲伊讲啥物？爱忍辱，忍一时之气，免得千日之忧。师父讲的话，你真爱做。毋过我想到的过程爱坚持落去。甲我艰苦嘛爱忍辱啊！无事啦，换衫裤就好啦。我紧来转啦，我若甲还手我有找啦，我紧来转去了，紧换衫裤。一心向道，要来
听到你欢喜像我，真正足欢喜的吼，足舒适的啊。了后呢，转去啊，一天嘛忝啊吼，要休困。到暗时的时阵呢，3更半暝，这当阵呢，狗伫吠甲足大声，有人弄门，弄甲足急的。哎哟，这晚上怎来弄门啊？我嘛是爱开门啊，拍开是啥？打屎的啦！哎呦，生气哦！早起啊，你甲我破尿屎，我即马你甲我破尿屎了后，你甲我拍，我即马搁去听。我是甲你无熟识啦，啊，这晚吼你来找我是啥物代志啦？哈？不过，这位小朋者，我是你女婿，这个财业的一个。我是找3世因果进前，找好1世要来讨报，因为今天你的羞耻忍辱，我会怨气度，因为你的修行互我感动，所以我会怨气来报销。不过啊，阮老父母，我甲你讲，我讨报了后，我嘛选今仔日结束我的生命。所以，我生命结束，我需要立土为安。我有一件事，嘛要拜托。互我立土为安了后，我希望我的某囝会当甲你同款，会当修道食菜。若是安尼，我会好好报答你，感谢你。我互你地址，了后呢，放请，伊足感恩哦。师父根本真正无唔对呢，哎，我嘛是爱来做啊吼，因为着这地址行去，这个打屎人真正过身体，伊互伊入土为安，了成全伊的某囝，修道食菜，好好做人，修道圆满。伊家己亲情朋友讲，好佳哉，好佳哉，我有听师父的话，师父真正是我的贵人啊。若无咧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过真诶，修道的尊贵，就是会当改变命运。3世因果，一世下，有尊贵无？咱累世6万年的业力，咱若坚心修道，会当行无？如果艰苦，嘛爱修道。所以，师父甲咱慈悲，修道的过程是坎坎坷坷。若会当忍得过、忍了，会当智慧大开，会当有所成就。所以，咱千万爱圣人的话，搁贵人的叮咛，咱记伫心肝底。师父慈悲哦，咱毋免记足济，记一句，印伫心肝底，搁做会出来，会当了结累世诸多的灾劫，累世灾劫会当化解。所以。师尊老大人慈悲，忍辱负重，咱忍袂过，搁有重情重责大任爱做，啥物代志？对着咱的负责任，咱的点下书要度化更较侪有缘兄弟姊妹，安尼咱有重要无？爱忍着无？坚持到最后，最后向后要分享的是，师父甲咱慈悲，这世界上无比修道较尊贵的代志，咱爱坚持到到尾。最后，如果不圆满的地方，恳请上天老父慈悲赦罪，父前人慈悲开示。哦。安尼讲话精彩。阮少年来讲吼，好学版来学习一个故事所有阮古前人定来咧讲金刚经对无？定来咧讲佛祖的过去，迄著是伊的故事啊，对无？还是最济年。佛陀时代嘛，有足济故事，小故事会启发咱的内心啊，对无？你知有你敢会记得有一年吼，伫咧台北迄个所在吼，迄平地有落雪吼，你捌看到？迄真正迄伫迄个平地啊，你千山就落雪咧，头一遍看到吼。迄佛陀的所在叫做印度，印度的所在嘛，较北方的所在，因嘛有一年共款吼，遮冷遮寒。你知影咱出家人吼做衫衣啥物？
一半，就是你袂当有伤济家己的物件嘛吼。啊，伫迄年特别的寒，但是要过迄个寒冬，这个佛祖吼，佛陀特别慈悲，讲所有的修行人，比丘比丘尼，会当处理外口化的布品，会当来度过这个寒冬。伫即个所在，即个时阵吼，拄啊好，佛祖有一对夫妇吼，伊是非常的善情。人讲家徒四壁，你知影啥物叫家徒四壁无？真正有够无福过，对无？迄过生活吼，有一顿无一顿。伊知影讲我过去无布施，即阵佛祖自世来甲咱即个所在化缘，想办法买甲计者，对不对？安尼有理无？伊做一个动作，注意吼，伊困顿，你捌去扫土骹无？伊摕扫帚去扫，你知伊要扫啥物？啊？扫啥物？扫树啊！有遐济通要扫。伊去扫到壁角有迄落金刚啊、铜线啊吼，你壁角遐，若扫一了出来，感觉有做假的无？哦。你扫土骹捌去捡到迄个铜板无？啊，足正的。安代表恁兜毋是写读书足好的。你知伊去扫有啊扫无？扫。真正有做家徒四壁。但是佛祖都惊来啊！伊拄啊好有一领衫，寒天的时阵，也是较寒暗时的时阵，因着两翁仔某同齐做媒婆迄个，啊若出去哦，就先死先穿，出去办代志，转来换因太太要出去，换因太太出去啥？穿你出去办代志，再转来。因兜所有上价值拄啊一剩迄领衫，迄领衫看到佛祖啦，你知影甲记就好。迄领衫差不多补有100个补有顶啊，补了100个。哦，即领衫叫做白布衣，安尼记好，双脚跪，甲佛祖顶礼。啊，希望会当甲佛祖过。佛祖看到伊的诚心，双手甲牵起，足心伊甲接起来，交互伊地主，然后甲伊开始讲：恁有即对夫妇，未来100岁年后。往生多利天，成为天人，安尼有好无？哦，啊，这个法师，未来你阁有囝啊无囝咧？讲未来你有囝，你的囝会不但你的囝会足好、足有才能的，恁囝会大发展啊！哇，听到这个法师的这对夫妇有欢喜，上到欢喜，而且咱敢有作假，有价值无？足价值。这个时阵吼，发挥完了。佛祖伊来甲讲出的这个范围名义，对不对？甲所有比丘尼拢甲招进来。伊讲咱即厝我会了先锋，有啊，大家拢穿咧新衫吼，做甲安尼挺挺挺吼。哦，啊，大家拢穿新衫有够欢喜。恁过年穿新衫有欢喜，做到这个心境啊。你知？伊讲吼，咱即厝我的先锋毋是干那只水衫，咱有我的就一领布衣啊，即领布衣叫做白布衣。若无修行的人来穿，食到120岁，善终普遍善终，即领衫有好无？即领啥物衫呢？一个修道的人若穿着即领衫吼，上少会当见着阿罗汉的初果。哦，有即种衫呢，爱去找无？啥人去得着安尼？去找哦，就派个地出去找，有啊找无？找无。讲一定有你的详细处，你知甲所有仓库内底布品拢甲搬出来，我剩一领，你壁架底无人爱。啊，听说讲佛祖是毋是即领？拢对，就是即领，即领叫做白布，足久无洗。虽然是布衣，搁则臭嘛，对无？爱甲摕来去洗无？迄地主就请示佛祖，啊，安尼即领衫既然遮好啊，来甲洗好清气安尼，佛祖讲好，你家己去洗。你若去洗迄个溪仔就无啊无，伊咧洗的时阵哪洗，迄个水一直甲搞，一直甲搞。你知迄安尼2个3个，伊救袂转来咧，伊愈紧，迄个水愈甲搞无去安尼。哦，你知安尼会惊无？足惊！紧转来请示佛祖，会使派神通地的啥物人？啊？目犍连尊者对无？请咱目犍连尊者吼来斗救啊，好可以啊！目犍连尊者去到迄个所在，伊使用到伊的神通咱，我做啥？须弥山，最见上做须弥山，
须弥山。须弥山，须弥山咱若看无，咱看喜马拉雅山，毋捌看过，捌听过无？哦，啊，迄喜马拉雅山有大。哦，用喜马拉雅山的力量来救这个山，啊，有简单无？哦，啊，有吼，啊，救会起来无？不但救袂起来，一路家己，迄个变成一个大的线路，一个风浪有够大，你知？哦，迄喜马拉雅山的人嘛，无法度安尼叫卡落去，赶紧转来请示佛祖。这个啥事啊？咱来遮奇怪呢？我愈用力，伊愈甲卡落去，啊，要咱甲摕。伊讲做个家开始啦，讲吼有一个方法，最前咱这叫做佛对不对？这叫做引对无？伊讲你去走开，咱有走开无？你走开摕一粒米，会使两粒无？一定要一粒。你摕一粒米吼，甲放伫迄个衫内顶，这地主就赶紧，你摕一粒米啊，一粒尔哦，甲放落去，讲平无钱。你若口恢复，啊，再办法，千啊人聊了都，还袂过卡拉乌嘞啊，轻啊甲摕下来，那遮奇怪啊！这地主足奇怪来请教，我为什么这个因做无注意？讲，你毋得来受落，看轻这领衫，这领衫是这对夫妇用真心布施出来的衫。最近呢，神通抵不过什么？业力呢？只有什么才能够消除业力？愿力，真心的功德才能够消除业力。安尼神通咱有法度抵挡过迄个真修的功德无？无法度。最近，所以最近咱今日才发心哦，咱6万年来，甲今日要全部清除咱的业力哦。你今仔日真正发心，咱今仔发心真心发心哦。你做一年，你知你比你过去是修一世人、2世人较简单的。你要信无？如果你若要信，有真心的功德，所以这袂使看去修的，袂使看去人发心，迄个发心是尊贵的。只有发心，迄个功德才咱转到你迄个所在，迄个真修的功德，迄才是做因果。如果咱若是安尼，咱更加爱团结着无？团结起来才有力量，团结起来就是要甲真理弘扬，伫世界各国。咱台湾今日足平安，就是因为咱有真心去修道呀。那么这个真心甲弘扬世界好不好？好，一家人好不好？那是一起来好不好？你19好，大家一起来，一家人来，一家人。哦，一家人。